世界充满虚伪和张扬，此刻的他会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？回家谈谈曾经的那位姑娘，是否也像我一样为生活奔忙？过去的所有充满期待和向往，此刻的他会不会坚持曾经的理想？外面的世界充满虚伪和张扬，此刻的他会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？回家谈谈曾经的那位姑娘，是否也像我一样为生活奔忙？